過往一段長時間咧，我哋好強調家校合作。我記得我30幾年前咧開始推動家校合作嗰陣時候咧，30幾年前咧個氣氛唔係太理想嘅。咁好多家長咧投訴學校好多不滿啊，或者嗰度做得唔好啊，或者嗰度咧唔滿意啊咁。咁而學校咧亦都會埋怨嗰啲家長又唔幫手睇小朋友啊，又唔做好佢嘅角色啊，又唔配合學校啊咁。咁當時咧家校嘅氣氛係比較負面，好多衝突，甚至有啲咧出到去傳媒咧係大肆報導啊咁。咁經過呢20幾30年嚟講咧，家合作咧係改善咗好多。咁亦都每間校咧有家長教師會呢個平台咧，係幫助我哋咧學校同埋家長之間咧有好嘅溝通啦，有好多嘅合作啊咁樣。咁我哋睇咗呢幾年嚟咧，家合作咧係對教育嚟講咧產生好正面嘅效果，甚至咧係對我哋學生嘅成長咧有一定嘅幫助。因為好多大學都做過有關嘅調查，家校合作越順暢，小朋友喺各方面嘅成長咧係得到益處嘅，呢個都係事實説明一件事情。好啦，點解我哋要家校合作呢？家校合作有咩好處呢？家長點可以參與件事情呢？咁嗱，家長呢，我覺得簡單嚟講有3個層次咧，可以同學校充分合作或者去參與學校啲工作。第一樣嘢就係先要了解學校嘅運作，學校嘅本質係點樣，學校佢嘅工作嘅教學嘅方針係點樣，有咩工作磨練嘅重點。嗱，當你如果認識到學校係點樣嘅教學嘅措施、教學嘅重點、教學嘅模式嘅時候咧，你喺家庭咧就可以相輔相成配合佢啦。今日學校講禮貌，我哋翻屋企就要小朋友體現禮貌嘅一種嘅行為。嗱，咁對佢嚟講咧就好大嘅幫助啦。今個禮拜咧學校咧就係英文週，喺屋企裏邊咧我哋多啲用英文咧去處理我哋生活嘅事情嚇。譬如有啲超級市場用下簡單英文去大家互動下，買下嘢啊，蘋果叫 Apple 啊咁。咁呢啲咧就係家校之間合作，而提升小朋友嗰個嘅學習興趣。咁你首先要了解學校嗰個處理方針啦，呢個第一樣嘢。第二咧，學校咧好多活動要做，老師好忙。咁我見到好多嘅家長咧去到學校咧做義工。譬如話運動會裏邊咧幫手秩序啦，或者咧1年班開學啦，有啲新生咧唔適應課堂嗰啲學習，有啲家長咧就去課堂裏邊咧幫手照顧下小朋友，令到班主任咧處理其他事務咧係可以容易管理一下咁。咁呢個咧就係好多活動學校咧係需要義工家長去參與咧，咁一來可以建立好嘅關係啦，二來咧係幫到學校咧發揮得更加理想。咁第三方面咧，而家每間校嘅校董會咧係有家長嘅代表，咁如果有啲家長適合嘅有時間可以參與校董會嘅工作，即係話學校政策咧家長都可以去參與，咁變咗咧由好簡單了解學校，幫手學校啲工作，去到咧參與校政，咁都係可以好寬闊嘅一個空間咧，按家長嗰個能力啊、興趣、時間咧，去有不同層次嘅參與。好啦，喺參與過程裏邊有一個好重要嘅秘訣，就係良好溝通。係啊，我成日嚟參與啊，但係咧大家鬧交嘅，咁呢個係冇建設性嘅。咁良好溝通其中一個重要咧就係互相信任。嗱，我哋做家長要明白咧，我哋老師係專業嘅，佢受過專業嘅培訓，所以佢喺管與教教育學方面咧，佢已經有個專業嘅方法。我哋要信賴佢嘅做法，我哋要尊重佢哋。咁同樣，我哋嘅老師亦都會尊重我哋家長，因為100%家長都係愛錫嘅仔女，咁佢哋都係用佢哋愛嘅方法咧去管教我哋仔女。咁可能有啲家長管教上出現問題，咁我哋學校透過家長教育，令到佢咧更加有效發揮家長角色。咁大家建立一個互信嘅基礎，發揮自己本身嘅一種嘅角色嗰陣時候咧，咁呢個家合作嗰個溝通嘅過程裏邊咧，可以發展一個最大嘅效果。咁去到尾咧，我哋小朋友係得到益處，成個家合作，我哋嘅學校得到家長嘅認同、支持、參與、推動工作。我哋嘅家長透過參與學校，於是乎認識學校同埋老師關係好，於是乎我哋可以有商有量咧，係幫我哋小朋友咧去成長。頭先講過啦嘛，家校越合作，我哋小朋友得到嘅益處越多，無論係學術、品德、其他方面嘅成長咧，都喺好多研究裏邊咧係證實有嘅好處。不單係香港，
其實全世界先進嘅教育裏邊咧，家合作咧都係一個重要嘅環節。咁所以我哋家長咧係喺家合作裏邊咧，應該有積極嘅角色同埋積極嘅參與。